好，来继续来看华航的人员长期配合特勤人员偷渡免税分。这2年来，翻看2任的总统，总共帮特勤人员走私3万元条的免税分。新北市市调处以嫌疑人的身份透明约谈关键人物，也就是华航负责免税品业务的所组长黄传真，尾也裁定以20万来交保。 台北地检署经过8点钟侦讯了后，关键人物华航负责免税品业务的小组长黄传真总算出来。会觉得自己很冤枉。一条路哈，谢谢谢谢。那长官李木啊，关喙啊，面对记者问题，共款无讲话。对于新北市调处依上8件复讯，包括下晡6点外。 出来了后，马上坐计程车离开。其实7月初才到空品处上班，负责专机免税品的订买，按照惯例来办理。检察官认定伊是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多例罪，20万交保。那是总统专机出访，特勤人员偷诈私分，其实这已经是常态。目前追溯到马政府时代，2014年的宪法专案，早大约300条，嫌疑专案1800条，过当当的救用将近3000条，救案嘛破3500条。蔡政府执政。 2016年应上342条，后面连2档分别涨2000多条。去年东庆之路是4000多条，今年3月还有民主之路是6000多条。这次的自由民主永续之路嘛判记录高达9800条。电脑系统有做一些这个更换，所以他们现在在资料库能捞到的是2014以后的。公安局少校受理官被以贪污罪收押禁见。 华航嘛脱不了关系，小嫌长期配合相关走私业务，想要零处理，恐惊毋是上策。